喺嗰啲燈火通明、永遠唔收檔嘅娛樂場入邊，百家樂賭台靠佢超簡單嘅玩法，砌咗個純粹嘅慾望磁場。佢唔使好似撲克咁要精算，唔似輪盤要搞複雜嘅組合投注。佢將博弈濃縮到最原始嘅二元對決，莊定閒。呢種簡單係佢最迷人嘅外衣，但同時係最危險嘅偽裝。正因為簡單，玩家可以將所有精力由技術轉去直覺同運氣；又正因為簡單，玩家心入邊嘅陰暗同脆弱就俾完全暴露喺概率嘅無情審視之下。喺呢片看似風平浪靜嘅紅藍對決入邊，藏咗四大足以令最醒目嘅腦袋即刻失控嘅深淵。佢哋唔係台面規則，而係刻喺人性基因入邊嘅行為陷阱。我哋要深入無情咁解剖呢四大禁忌：反龍、負追、買冷、急躁。佢哋好似一組致命嘅連鎖反應，環環相扣，將無數滿懷希望嘅人拖落萬劫不復嘅深淵。呢個唔單止係輸贏忠告，係一幅講理智點樣喺高壓環境下俾系統性瓦解嘅作戰地圖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籌碼風雲錄，鍾意嘅朋友可以訂閱、留言、分享啊！首先，我哋要直面嗰個最誘人亦都最毀滅性嘅英雄主義陷阱——反龍。所謂龍呢，就係台面形成嘅連續單邊趨勢，例如莊家連贏7鋪、8鋪甚至10幾鋪。喺路單個清晰嘅視覺展示下，呢條長龍好似一道冇人可以忽略嘅奇觀，令人又敬畏又騷動。此時一種強大嘅心理暗示開始喺玩家心入邊滋生。大部分人呢會揀順龍，即係跟住趨勢落注，呢個係理性選擇。但總有嗰班人，佢哋心入邊嘅自我開始膨脹，佢哋唔想隨波逐流，佢哋凝視住嗰條龍，心入邊湧起嘅唔係順從，而係征服慾。佢哋想做嗰個終結者，喺人人麻木跟風嘅時候，唯一睇穿轉折點嘅先知。呢一種反龍衝動根源唔係嚟自概率計算，而係嚟自一種深刻渴望俾驗證嘅自負。佢哋心入邊嘅獨白係呢個唔合邏輯，萬物都有平衡，佢唔可能再繼續落去。而我就係嗰個見證同促成平衡回歸嘅人。呢種心態將一場純粹概率遊戲異化成個人意志同命運嘅決鬥。一旦反龍念頭佔據高地，玩家嘅投注行為就唔再係博弈，而係一種獻技。佢第一次反龍輸咗100蚊，呢個唔單止唔會令佢清醒，反而激起佢嘅戰鬥欲。睇佢又贏咗，下一次斷嘅機會就更大。於是第二次佢押200。當佢再輸嘅時候，佢感受到嘅唔係錢嘅損失，而係自尊受挫。為咗捍衛呢份搖搖欲墜嘅自尊，佢會喺第3次、第4次用幾何級數嘅方式加注。呢個就係反龍最常伴隨嘅馬丁格爾變種，一種試圖用有限本金對抗無限可能性嘅自殺式策略。玩家呢個時候已經完全忘記咗兩個冰冷嘅現實：賭台嘅限紅同自己錢包嘅底線。長龍嘅長度喺短期內係不可預測嘅，佢喺任何一鋪斷嘅概率同佢喺第一鋪出現嘅概率冇本質分別，而玩家嘅資金卻係真實，每下注一次就少一次嘅有限資源。更致命嘅係反龍帶來嘅社交壓力同心理預期。當一個人喺眾目睽睽之下公然斬龍嘅時候，佢就將自己放喺聚光燈下。如果佢僥倖成功，佢攞到嘅唔單止籌碼，仲有旁人羨慕嘅目光同賭神般嘅虛榮滿足。呢種心理上嘅巨獎，遠比錢更令人上癮。正係為咗博取呢萬中無一嘅高光時刻，無數反龍者前赴後繼，喺長龍嘅無情碾壓下，將自己嘅籌碼化為烏有。佢哋冇意識到咧，賭場設嗰塊巨型路單顯示屏啦，目的絕對唔係幫玩家贏錢，而係為咗放大呢種趨勢嘅視覺衝擊力，從而誘發玩家產生順龍或者反龍嘅強烈衝動。無論邊種衝動，只要令玩家情緒化咁重注，賭場就穩操勝券。
因此破解反龍禁忌嘅唯一法門係徹底去自我化。玩家必須喺心入邊跟隨嗰種我可以預測或者我可以戰勝嘅狂妄。面對長龍，正確態度係非我所能掌控。要啊嘛，用極少唔影響大局嘅注碼，順龍而行，權當搭班順風車。要啊嘛，亦都係最明智嘅選擇，係起身離台或者至少停手觀望。你要明白，你唔係嚟挑戰概率嘅英雄，你只係一個試圖喺概率縫隙入邊揾微小優勢嘅普通人。對趨勢嘅敬畏而非對抗，係呢條禁忌嘅唯一解藥。如果講反龍係源於對贏嘅傲慢同渴望，咁第二個禁忌負追就係源於對輸嘅恐懼同不甘。呢個係百家樂乃至所有博弈入邊最毀滅性、最普遍嘅心理陷阱。負追即追逐損失，佢嘅心理學基礎係損失厭惡同沉沒成本謬誤。對大多數人嚟講，輸咗100蚊帶嚟嘅痛苦，遠大過贏100蚊帶嚟嘅快樂。當玩家喺台面遭遇損失，例如輸咗1000蚊，呢1000蚊喺佢嘅心理賬戶入邊，並唔會輕易歸零或者忘記，佢會變成一個赤字，一個急需填補嘅黑洞。呢個時候，玩家嘅博弈目標喺唔知唔覺入邊已經由贏取利潤悄悄轉成追翻本金。回本呢個念頭係理智崩塌嘅開始。為咗回本，玩家會唔自覺啟動一種最原始嘅戰鬥模式，佢哋開始違反自己預設嘅投注紀律。最常見嘅表現就係輸後加倍。我輸咗1000，下把我就壓2000，只要贏咗我就能即刻回本，仲倒賺1000。呢種邏輯聽落去好似無懈可擊，佢正係馬丁格爾策略嘅翻版。然而佢掩蓋嘅風險卻係災難性嘅，連續失利喺概率上係完全可能，甚至常見。當你連輸4鋪，你嘅投注額可能已經由100變成100、200、400、800、1600，總損失已經去到3100。而你為咗追翻呢3100，下一步要壓3200，你嘅風險暴露正以指數級增長，而你追求嘅只係最初嗰100蚊嘅利潤。呢個係極度唔對稱嘅風險收益比。更可怕嘅係負追行為會觸發強烈嘅生理反應。當玩家意識到自己處於必須贏嘅絕境時，身體會釋放大量皮質醇同腎上腺素，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、呼吸急促。大腦嘅前額葉皮層負責理性思考同衝動控制嘅區域，供血開始減少，而杏仁核負責恐懼同攻擊等原始情緒則被高度激活。呢個就係俗稱嘅上頭 on tilt。喺呢種生理狀態下，玩家嘅決策能力會直線跌到冰點，佢會陷入一種隧道視野，眼入邊只剩低回本呢個目標，完全忽略資金消耗、台面限紅同周圍環境變化。佢唔再係玩百家樂，佢係俾百家樂玩弄。喺呢種狀態下，玩家會變得極度偏執，佢可能將正常嘅概率波動解讀為荷官、針對或者賭場欺詐，從而產生復仇心態，下注變得更加瘋狂同唔計後果。負追好似一個雪球，由一個小小失利開始，喺不甘同焦慮推動下越滾越大，直至佢積聚晒玩家所有理智、籌碼同希望，最終轟然撞向毀滅嘅終點。要斬斷負追嘅鎖鏈，必須靠外部嘅強制力，因為內部嘅理智喺上頭時係唔可靠嘅。呢個外部強制力就係鐵一般嘅止損紀律。喺入局之前，玩家必須設定一個清晰不可逾越嘅止損線，例如總本金嘅20%。呢個數字係你為呢場娛樂支付嘅門票上限。一旦觸及呢條線，無論你幾唔甘，無論你覺得下把幾有信心，都必須即刻馬上無條件停止下注同離開座位。呢個唔關運氣，呢個關生存。其次係必須堅持平注法或者嚴格嘅投注單位，將總本金分100份或者200份，每一次下注只用呢一份嘅額度，無論輸贏，下把投注額依然係1份。呢種策略雖然唔會令你一夜暴富，但佢能確保你絕對唔會因為幾次連續失利而爆倉。佢用鈍化波動嘅方式
強行拉長你嘅戰鬥時間，從而令急躁同恐慌嘅情緒無法累積。第三個禁忌係買冷門，呢種行為看似同反龍相近，都係一種逆市操作，但佢底層嘅心理邏輯更加隱蔽。佢唔係源於自我膨脹，而係源於對秩序嘅迷信。買冷門嘅玩家係台面嘅統計學家同哲學家，佢哋會沉迷研究路單，唔係揾龍咁嘅熱趨勢，而係揾長時間未發生嘅冷事件。例如佢會統計過去100鋪入邊莊出現60次，閒子出現40次。基於一種樸素嘅平衡觀或者均值回歸嘅信念，佢會斷定閒家已經欠咗10次，概率之神必然會糾正呢個錯誤。於是佢開始系統性堅定不移咁投注閒家，等嗰個必然到來嘅回歸。呢種思維係對大數法則最嚴重嘅誤讀。大數法則只喺無限嘅樣本空間入邊先有意義。佢講嘅係一個長期趨勢，而唔係一個短期必然。喺有限嘅一個牌靴入邊，甚至喺而家呢一刻呢一鋪牌入邊，概率係冇記憶嘅。莊比閒多贏20次，呢個歷史事實對下鋪開莊定開閒嘅理論概率冇任何修正嘅義務。嗰個所謂嘅平衡，可能喺之後20鋪入邊發生，又可能喺呢個牌靴結束時，差距比拉得更大。試圖喺短期內捕捉均值回歸嘅玩家，好似一個試圖用漁網去撈特定水分子嘅漁夫；注定徒勞買冷門嘅玩家，本質上係同隨機性本身為敵。佢哋無法忍受呢個世界係無序不可預測嘅，佢哋寧願信一個錯嘅規律，都唔願接受自己對結果無力掌控嘅現實。佢哋透過買冷門呢種看似有理有據嘅分析，為自己營造一種我喺度用智慧嘅控制錯覺。呢種錯覺喺百家樂呢種純概率遊戲入邊係極其致命嘅，因為百家樂唔似撲克，玩家嘅決定要唔要牌，跟唔跟住，可以真係影響結果。喺百家樂入邊，玩家唯一嘅決定就係下注時間，莊定閒或者和。當呢個唯一嘅決定點俾買冷門呢種錯誤邏輯佔據時，玩家就等於放棄晒所有理性防線。呢種行為喺投注和局胎時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。同局以佢1:8嘅高賠率，成為冷門追逐者嘅終極目標。佢哋會統計和局已經有幾多鋪未出現，一旦超過某個歷史平均值，佢哋就開始瘋狂追和，甚至唔惜動用負追嘅加倍策略。佢哋期望透過一次和嘅命中嚟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。呢種將買冷門同負追結合嘅策略，堪稱百家樂入邊最快速嘅自毀模式。因為佢同時對抗趨勢，如果當時有莊閒龍同概率，和局係賭場優勢最高嘅選項之一。破解買冷門嘅執念，需要玩家由預測者轉變為觀察者。你要接受路單上所有冷熱數據都只係歷史陳述，而唔係未來預言。佢哋講你發生過咩，但絕對唔可以講你將要發生咩。一個成熟嘅玩家咧，佢會揀跟當下嘅趨勢，即係嗰個熱嘅方向啊，因為嗰個至少喺短期內咧顯示出一種可見嘅慣性。或者當牌局陷入冷熱不明嘅混沌狀態，即莊閒交錯毫無規律時，佢會揀最強大嘅武器忍手，即等。佢寧願錯過都唔願錯投，佢只係自己睇得明趨勢清晰嘅牌局入邊落注。呢種對不確定性嘅敬畏，係買冷門者永遠無法理解嘅智慧。最後我哋要面對嗰個無處不在如影隨形嘅總根源，急躁。如果講前3個係致命嘅病症，急躁就係嗰種能令所有病症即刻惡化嘅催化劑。急躁係理智嘅腐蝕劑，係紀律嘅溶解液。佢有2種截然不同嘅表現形式，但最終都指向同一個毀滅性結果。第一種係輸錢後嘅焦躁，
當玩家遭遇連續失利，本金喺眼前不斷縮水，一種強烈嘅焦慮感、恐慌感同時間唔多咗嘅壓迫感會即刻襲來。喺呢種焦躁情緒裹挾下，玩家嘅整個步調都會徹底失控。佢冇耐性再等一個好路形成，佢甚至唔再去睇路單，佢唯一嘅念頭就係快啲贏返嚟啊！於是佢嘅投注頻率會急劇增加，由原本有選擇性嘅下注變成每鋪都落，生怕錯過任何可能回本嘅機會。佢嘅投注金額會變得忽高忽低，完全喪失原有嘅資金管理計劃。呢種急躁嘅本質係對當下嘅徹底否定同對未來嘅盲目豪賭。佢會以最快速度清空玩家嘅籌碼。第二種係贏錢後嘅浮躁，當玩家手風正順，連續命中籌碼喺面前堆積如山時，一種我係世界之王嘅掌控感同無所不能嘅興奮感會油然而生。此時嘅急躁表現為貪婪嘅失控，玩家會覺得好運嚟咗，機不可失，佢急於乘勝追擊，急於將眼前勝利果實最大化，佢會開始非理性大幅度提高自己嘅投注機碼，試圖喺好運消失之前一把贏個夠。呢種浮躁嘅急進往往就係盈利回吐嘅開始，因為佢忘記咗概率嘅回歸係必然嘅，一次唔合時宜嘅重注失利就可能將佢幾個鐘積累嘅利潤即刻清零。而呢一種由狂喜到震怒嘅巨大心理落差，會即刻將佢由浮躁狀態無縫切換到焦躁狀態，從而完美接續上負追嘅死亡循環。急躁嘅生理學根源喺於戰或逃反應，無論面對虧損、威脅定盈利、機會，人體都會釋放大量腎上腺素同皮質醇。呢啲激素會令人心跳加速、思維變窄，令我哋專注即時反應，而犧牲長遠規劃同精細分析能力。換言之，一個急躁嘅玩家，佢嘅生理狀態已經決定佢無法進行高質素嘅理性思考。佢會變得目光短淺，只睇到眼前呢一鋪牌，而忘記自己設定嘅全盤策略同止損底線。呢一種狀態喺撲克界叫上頭 on tilt， 係玩家嘅大敵，佢係一切非理性行為嘅溫床。一個急躁嘅玩家咧，會更容易去反龍啊，因為佢冇耐性等龍結束，佢會更容易去負追，因為佢急於填補虧損，佢亦都會更容易去買冷門，因為佢急於證明自己高明。因此，急躁係連通所有禁忌嘅橋樑，係導致玩家行為失控嘅總開關。要克服急躁玩家，必須引入一種外部嘅制動機制，一種強行令自己降速嘅流程。呢個可以係一種儀式化嘅投注過程，例如規定自己每次落注前都要深呼吸3次，並且默數10秒。或者可以係一種物理嘅隔離，例如喺連續輸或者贏3鋪之後，必須強制自己離開座位，去飲杯水，繞場一圈，讓生理上嘅激素水平得以平復。更進階嘅策略係引入時間止損，唔單止要設金額止損線，仲要設時間止損線。例如無論輸贏，每次博弈絕對唔超過40分鐘，時間一到即刻離場。呢種做法係強行切斷急躁情緒嘅累積過程，確保自己永遠喺理智嘅最佳窗口期入邊作戰。總言之咧，反龍、負追、買冷門同急躁呢4大禁忌咧，好似一張精密嘅捕獸網，由趨勢對抗、資金管理、概率認知同情緒控制呢4個維度，全方位圍獵每一個踏入百家樂戰場嘅玩家。佢哋共同嘅根源係人性弱點俾賭場特定環境放大，對控制嘅渴望、反龍同買冷門，對損失嘅厭惡、負追，以及對即時滿足嘅渴求。急躁呢4大禁忌嘅相互關聯，令佢哋一旦觸發其一，就極易引發連鎖反應，導致玩家喺短時間內喪失所有理智同籌碼。因此，百家樂嘅博弈
表面睇係人同牌嘅較量，實質係人同自我嘅戰爭。真正嘅勝利唔在於你贏咗幾多籌碼，而在於你係咪喺面對呢四大心魔誘惑時守住自己嘅理智同紀律。要做到呢點，玩家必須由一個賭徒轉變為一個紀律執行者，佢必須建立一套清晰、量化且不容妥協嘅個人作戰系統。呢個系統必須包括對趨勢嘅敬畏，唔反龍，唔買冷門，而係順勢或者等；對資金嘅絕對控制，嚴格止損止盈同平穩投注單位，絕不附追；以及對情緒嘅敏銳覺察，一旦急躁即刻制動。百家樂嘅牌台好似一面鏡，佢唔會創造人性缺陷，但係佢會無情將佢哋照映出嚟。嗰啲能夠睇清鏡入邊自己嘅偏執、貪婪同恐懼，並有勇氣加以約束嘅人，先至真正喺呢場遊戲入邊幸存落嚟，甚至揾到超越金錢本身關於自我控制嘅真正樂趣。而嗰啲放任自我，俾呢四大禁忌吞噬嘅人，就成為賭場長久不衰嘅基石。